报道。根据文化部2022年国家语言发展的报告，讲30岁到39岁族群，无论听、讲、读、写，台语的能力拢无讲介好。立委张雅玲指出，照这款情形，要传承台语是真困难。而且，若照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，文化部应该爱伫2026年达成台语家庭5万户的目标。不过，到今却还未定出认定的办法和推广的计划。水蜜桃，有够厉害，这个桃啊，忘不掉，赞！要推广母语，就要对教育和家庭做起。那照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，文化部应该爱伫2026年达成台语家庭5万户的目标。也毋过文化部到今也无定出台语家庭的认定办法。民进党立委张雅玲拜三伫咧立法院委员会质询文化部长苏提的时，就要求文化部爱提出办法。因为你之前的目标已经定出来啊，你已经有讲要1万啊，所以恁之前应该爱想好这个计算的一个方式。所以我想要知影讲，到时什么时阵会让阮知影讲这个执行的成效目标。我们会以今年来做一个目标啦，把所谓的台语家庭学习型的、传承型的，对，要安怎认证，要安怎鼓励。根据文化部2022年国家语言发展的报告，30至39岁的少年家是台语能力明显降低的族群，要甲台语传给下一代嘛有困难。立委指出，要提升台语人口增加母语家庭是上紧的。文化部答应会伫3个月来提出台语家庭的认定办法和推广计划。另外，立委表示，根据母语团体的建议，应该照台语程度关系来分做传承家庭和合适家庭，有无共的奖励措施，嘛爱互传承家庭入去到社区，带动台语社群的扩大。县市政府这个公告书的这个制度对吧？能够跟专业的台语团体的对接强化了。进入社区，我想这个是传承家庭哦。讲啊足好的人，会当加做的啦。对，阮会使甲伊要求无，因为即摆讲啊认证的，带较讲袂认证的。对，安尼才有法度较紧的啦。对啦。立委张雅玲嘛要求文化部爱伫1礼拜内提供推广台语的预算和成果评估。伊表示，毋但爱创造台语社群，文化部嘛爱加强影视资源的投资，提升大众对台语的兴趣，对各方面落手，才有法度提升台语人口。记者卢尚如、王兴忠台北报道。